请坐。馄饨。大胆妇人！大胆妇人！你何等身份，竟敢与相爷为敌？相爷与我有知遇之恩，此恩今日必报！拿人！别再跑了！严大人，杀人灭口的证据啊！受伤了吗？监察院威名远扬，有严大人在，诸位在，百姓是放心的。严大人，那好像是袁宏道，临巷门客。别好像了，就是他。这年头，都把人当猪吗？退下吧。袁先生半道刺杀，未遂，这罪名可就坐实了。那是袁先生多年在我门下，撇不清啊。这袁先生为何要这么做啊？我还以为你会问我，是不是我主使的？您又不是傻的。真想不到啊，这袁先生这么多年深藏不露，真没看出他究竟是谁担子，已经不重要了。大人，去哪儿啊？谢阳。继续走，不用停。是。
往信阳去，长公主封地。袁宏道是长公主的暗子。嘿，范闲办案，长公主下套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是别人，和那位没关系。范大人这话，我就当没听见。你听见，我也不会承认。嘿嘿。院长，黑旗都跟着了，不抓袁宏道吗？林相现在奔宫里去了，范闲也跟着去了。他凑这热闹干嘛？没有办法的事。这看起来可有点范闲大义灭亲，亲自押林若甫见驾的意思。林若甫为官多年，门生众多，这样一来，都会恨上范闲。不怕，恨我的人也很多。你多大，他多大，这能比吗？不用怕。林相数十年风波看尽，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哼，这局面了，林相还能自保？他有的是选的。范闲，待会儿见驾，不论我说什么，都别搭腔，当没听见。要不还是别跟着进去了。那不行，你得在。要是能把袁宏道抓回来，让他承认是被人指使，或许还有出路。检察院真要抓人，早就把人抓回来了。二爷，老奴还在呢。我们说的话，你都如实报与陛下，这才显得坦荡。二爷，私下说不好吗？大公者向来无私。我刚才都交代什么了？一会儿陛下面前，无论您说什么，都别搭腔。陛下如果向你要态度，你就装傻。林相，坦荡，无私。都记住了。接下来这出戏，你要好好看，用心学，将来就是你和陛下搭台了。陛下，林相小发的人到。快给林相赐座。林相啊，朕这几天看了不少的折子，我大清国是人尽其能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多亏了你呀，你功不可没。这是我撞倒的。林相，坐。臣已年迈，老眼昏花，渺渺糊糊间冲撞了天子，还请陛下治罪。刚才已经说了，林相功高啊，何罪之有呢？陛下如此待臣，老臣百死亦难为报。臣说百死是成百上千的百，不是平白无故的白。好端端的说什么生死啊！人嘛，总有那么一天。林相正值盛年，为言过早啊！林相，此次前来，恐怕不同于往常吧？
陛下，臣有罪。起来说。臣这些年劳神费力，心神俱损，如今满头华发，百病缠身。臣这般残躯无力国事，尸位素餐，心中难免惶恐，恳请陛下放老臣告老还乡。百病缠身。范闲，臣在。你觉得林相说的是实情吗？回陛下，臣年纪小，看不清楚。你不是学医吗？学的是毒。会把脉吗？那倒是会。来，给林相把把脉，看他都有什么病。回陛下，还行。什么是还行？从脉象上看不出异常。上年纪了，不算病症。哼哼，林相啊，你不是说你百病缠身吗？臣方才碰到椅子，陛下不是瞧见了吗？眼睛都不行了。哎，范闲，眼睛不行，这脉象看得出来吗？那看不出来。臣驾前失仪，若无眼疾，岂不是死罪？叶落归根，晨起骸骨，但求归葬乡土。林相，你劳苦功高啊！你这一走，满朝的官员恐怕都不干了。陛下错了，这些年臣身居高位，享尽荣华，为国效力理所应当，怎敢言功啊？能说无过，亦是侥幸啊。有功有过，两不相欠。年纪大欠不起，还望陛下恩准。真是舍不得你啊！臣感激涕零。你若走了，谁能做宰相的位置？如此重任，自然是陛下权衡，臣不敢妄言。可是举目望去，满朝文武，能有学识、有眼界的，恐怕没人能胜你吧？这真没有。若是有人强过老臣，这么些年，这宰相之位就不该是臣的。我要说有人能接我班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朕不识人呗。所以，陛下何等眼光，怎么能看错人呢？所以这个宰相的位置还是林相的。可惜我老了，陛下也不用担心。臣告老后，陛下可以慢慢找，慢慢选，总能找到最适合陛下的百官之首。林相，你的门下门生众多，哪些可以堪以重任？能否列个名册，朕日后好提吧？臣
为官清正，不搞这一套。林相也会这一套，是吧？不敢。陛下眼光胜过老臣100倍，臣不敢。什么时候动身？即刻离京。范闲和婉儿的大婚将至，你不再等等吗？不等了，归心似箭呐。可惜啊。想问林相，此次返乡是否孤身而行？正如陛下所愿，臣孤身而返。臣那个儿子心智不全，千里迢迢远归故里，怕他意外，所以这个孩子就不带着了。范闲，大宝平日和你走得近，还得麻烦你来照顾。转天我将人送到你家，当然也不会亏欠你，吃喝用度全在里边。这倒是不必了。不能克扣饮食，这可有陛下为证。林相，朕送送。陛下，这个老狐狸，临走还挖了个坑。史国真要告老还乡？会师榜单，杨万里被替换，结果又如何？礼部尚书郭征被陛下贬出京都，发放江南了。成为造假，就贬了一个郭征，这算不算不了了之啊？其实结果只有一个，让你彻查往年舞弊，借命案送我一程。陛下的幻象之心藏得够久啊！所以这一步一步，都是为了您。就是为我准备的。哎呀，我还想着，这为什么非要让你做剧中郎啊？现在我看明白了，原来这春闱是为我准备的。老二以为给你下了套，结果被陛下当了出头鸟，借势而为，不着痕迹。陛下这借力打力的手段，真是炉火纯青。哎，你得好好学学。这可太难了，我恐怕学不会。哎，其实啊，也没那么难。说白了，君臣将相跟唱戏一样，唱念要真，心里要稳，就那么回事儿。我考考你，陛下为什么要让我列出门生旧故的名册来？您在朝中为相多年，人脉甚广，交出名册，选下一任宰相时才能避开您的影响。所以，我不能给。人脉是我立足的根基，我不交出底牌，
就还有回到京都的可能。那陛下也不逼问吗？我刚才的意思就是，君臣之间就像在下棋，对弈时心要稳，络子要狠。大家都心照不宣。这些要是您不说，我是真看不明白。我再考考你吧，我为什么把大宝留下？为了我。这些年，我也积攒了不少人脉。我这一走，麾下的门生或许对你不满。毕竟这件案子是由你引起的，偏偏这种事也很难说得清楚啊。大宝留在我家，就不必解释了。陛下让你把我逼走，就是要你做功臣。我懂。你懂个球！陛下要的不是你要。我们做臣子的最刺激的是什么？不就是跟陛下斗吗？我斗输了，接下来就该你了。叔，小点声。行了，我要走的人了，笑笑不打紧。那个考生命案怎么办？什么命案？哪儿有命案？贺宗纬接旨。陛下口谕：贺宗纬身为学子，其才德智皆有所长，己事难得，特有恩旨，免试拔擢，任督察院御史一职，即刻上任。陛下万岁！万万岁！好好做事，陛下对你有期待。臣愿呕心沥血，拼尽性命，为陛下效忠。诸位，都请起吧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。哈哈哈哈！严大人，今后你我同朝为官，多多照应。先把大理寺这一趟走完吧。什么大理寺啊？命案会审，你这就忘了？我告了，严大人。你当我朝法都是什么？严大人，您误会了。严大人，实在是死者遗孀伤心过度，不力为继了。便如贺大人所言，小女子不告了。您看，人命关天呐，岂是儿戏？严重了，严大人。这还未在府衙立案，倒也不违法度，只是叨扰了小范大人。回头贺某亲自去范府谢罪。严大人，你海涵。严大人，
要不这样，贺某自己参自己一本，恳请圣裁，行吗？刚才拦路杀人，也算了。得饶人处，宜当宽宏。您觉得呢？哼！会议处，恭送严大人。这怎么突然就走了？说明京都谈判有结果。跟了一路，还以为要抓人呢。没谈妥，自然要抓人。那就是没事了。今天没事，未来看命。若海，轴，哦，轴都快掉了。你交给手底下修不行吗？这个东西不能交给别人，还能有人偷了不成？这东西不能别人碰。为什么？哼，藏着秘密。不就椅子安俩轮吗？能有什么秘密？范大人，您给搭把手。这行了吧？若海，那边，那边没完了是吧？我给你补工去。范大人，你还得辛苦一下。林若甫的事儿就这么了了？他为相多年，势力遍布朝堂，换了你怎么办？就这样的朝堂，你还让范闲接监察院？他接得住。若海，上对。你知道下一个该谁告老？你不能告老，范闲根基不稳，你得扶着。范大人，这还得帮忙扶一下。啊，范大人，我就不该让范闲来京都。这是你我控制不了的事情。院长，修好了。任若甫为相太久，你何尝不是一样？你就没想着全身而退吗？我还有事没有完成啊。什么事？我去给你找工钱啊！你今天的曲子弹得不好，
这儿谈钱，心慌。大宝，别。住到范闲家里，要听话，要知道叫人。爹放心，大宝会听话的。把自己的衣服整理好，啊，干净一点，别跟别人吵架。如果受到什么委屈，就跟范闲和婉儿说，明白吗？爹放心，他们俩一定会帮我的。大宝，爹接下来的话，你可能听不懂，啊，不过也没关系，你只要记在心里就行了。你记住，人是会变的，人是会变的，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，都别信。你只要相信范闲和婉儿2个人就够了，明白吗？只相信小贤贤和婉儿。小贤贤这个称呼以后就私下叫啊，有别人在，最好就别叫了。怕范闲心里不高兴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爹。小贤贤不会因为这个生气的。爹当然相信范闲和婉儿了，不然也不会啊。但是万一，爹只是说万一，有一天他们俩不那么喜欢你了，也不太爱跟你说话了，你就试着安静一点，自己跟自己说话，自己跟自己玩儿，你就全在那儿，慢慢的活，就好像玩一个尽量不打扰别人的游戏，明白吗？为什么，爹？他们为什么会不喜欢我啊？爹也觉得他们不会，爹只是说万一。我懂，人是会变的。大宝真聪明，就算有那么一天，也没关系啊。这世上没有人天生应该对你好。在世上，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对我好。爹例外。爹例外。对，爹例外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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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小小的放在这里面，往里面放。快去上我爹那儿把大宝带过来。留一个位置。不行，你不能碰这个。这里面装的是大宝，大宝不要害怕，他不是坏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大宝吃了多少好吃的呀？这肚子鼓的都快爆炸了。他可能吃了。大人我来。大宝。不行，这个你也不能碰。你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我跟你说，这里面是爹给我的山楂，可好吃了。你爹给你消食的。你怎么回事？都跟你说了，你不能这。哎呀，快给我！大宝不要害怕呀，没事，他不是坏人。大宝吃饱了啊。这是爹给我的花，这是爹给我的山楂啊。对，大宝消食的嘛。对啊。哎呀，都跟你说过了，你不要碰它。这是大宝的大宝。吃饱了。你帮我放一下吧。放。
啊，山人，咱别累着啊！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大宝。大宝，石产力，石产力，石产力。大人，报在文书上说，是天干物燥，意外起火。啊！可这不对呀，大人。天灾起火，总要有个源头。就算风大火急，也不可能一下子整个镇子都着了。就算镇子烧了，人也不会全遇难吧？这道理我都懂，写这个的不懂吗？一阵子的人，这样的火，就换来这个。文人赶到的时候，镇子已经被烧尽了，一个都没留。二哥这一手也太狠了，这镇子被烧光了，走私的线也就断了，关键是可惜了那么多条人命啊！镇子没了，总要有个说法。意外失火，这就完了？我斗胆问一句：放火的人是不是有权有势啊？是谁放的火，现在还不知道，但结论没错，必定被告全状。那还能查吗？你知道吗？今天还有一桩命案也送到我面前了，但到了刚刚，案子没了。什么叫没了？报案的撤了。石产力，当今这世道，若没有苦主愿追真凶，很难有案子。大人，我想找真凶。你会撤吗？我全家都没了，大人。我这去哪儿啊？好，你这案子我接下了。不仅如此，你这人我也接下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麾下门客。这案子我不能保证一时半会儿给你结果，但我答应你，我会一直查下去。石产力愿为大人效死。
诸位前辈，在下贺宗伟蒙圣恩拔擢，从今日起也是一名御史了，请各位前辈多多提携。初次见面，不成敬意，请笑纳，多多提携，多多提携，前辈，多多提携。这是送礼？非也。贺某深知，咱们做御史的就担着肃清吏治、弹劾百官的重任，这送礼贿赂乃是大忌，万万不可取。不过，各位前辈放心啊，这都是顺路买的一些小点心，还是最便宜的，纯的心意。有劳前辈给大家分发一下。敢问前辈，这是赖明成赖前辈生前的座位吗？前辈，有火吗？点一下。你做什么？不瞒各位，赖明成赖前辈就是贺某的指路明灯。虽未曾谋面，可在贺某的心中，如师如友。赖御史身亡，贺某悲痛万分。如今见到赖前辈生前的座位，说什么也得拜一拜啊！哎呦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那你也不能在督察院拜吧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哎呀，贺御史，快请起吧！哎呀，是啊，太激动。对了，贺某久为白身，只知赖御史遇难，却不知前因后果，是否有小人陷害？原来你不知道啊！赖御史遇害，都是因弹劾范闲而起，最后奸行害他的也是此人。啊！竟然是他！我此前还登门造访过这贼子。之前不知，这不怪你。以后啊，少与他走动便是。不行，面对恶贼，岂能退让？我现在就去饭府找他理论。敢问兄台，有刀吗？没有。可否帮我借一把？啊，我也刚来，不熟。借用一下。不谢啊。啊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贺某向小范大人请罪，恳请小范大人责罚。贺宗伟，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御史，这官绅说跪就跪吗？请大人饶命！我什么时候说要你命了？大人，之前小的将春为命案送到大人府上，是实实在在的得罪了大人。大人，我的为人您是清楚的。嗯，那是真清楚。大人，论才学，
大人文才经世，论官场；大人身兼数职，权势滔天，论情感。大人是我义父啊！别，没你这便宜儿子。贺宗伟，我知道你是个工具人，没打算报复你，起来滚蛋！大人，您打我一顿，解解气。要不，请手下代劳一下。你是讨打来的？大人，赖明成死了以后，督察院同仇敌忾，将您视为眼中钉啊！我要是在您的府上被打了，往后这御史好做一些。到我府上镀金来了，不白打呀，大人。小的在督察院，将来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的，也好暗中告知大人不是？大人，这小的无依无靠、无权无势的，不过是挣扎求存罢了。大人您见笑了。宋哥，恭送。大人，您打2下吧，实在不行打1下也成。请吧。大人，仁慈。兄台贵姓啊？哎，不打人的啊。你是小范大人的门生？我落榜了。落榜了也好啊，入了官场不拼命，照样没有前程。还是年轻啊。贺宗伟这样的人看着世故，但是过。您什么时候到的？早就到了，看你正忙，没敢打扰你。有事儿？五竹先生最近来过没有？没有。听说小范大人是五竹先生的亲传弟子，若是五竹先生不在，跟小范大人过过招，也是一样的。别理他，一个武痴，总想跟五竹交手。先干正事。监察院五处你应该知道。知道，掌管黑旗的。对。监察院黑旗一直驻守在京都城外，但是辎重粮草一直是由京都来调配，所以免不了由一处来协调。这里记载着这些年物资的调配和黑旗的调动，你仔细看一看，以后这件事你就担起来吧。这点小事儿，您找个人说一声就行，干嘛亲自跑一趟？监察院黑旗不受军方控制，整个大清国除我之外，只有一个人能调动黑旗。陛下。对。哦，对了，听说您相要告老还乡了？是，就这2天的事儿。真快啊！人都老了。不过最近这段时间，告老还乡的不只是林香一个人。你仔细看看，多费点心，啊！走了。这就走了？忙着呢。这算什么？哑谜吗？大人，这么晚了，吃点夜宵吧。
说这到底算什么呀？考题吗？黑棋的辎重运送都是医术负责，您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不会，这里边绝对藏了别的意思。哎呀，就是想不出来。你说他有什么话，为什么不能直说呢？会不会这话他就是不能直说呀？咦，师伯，师伯，不是说好不送了吗？搭个便车。你去哪儿啊？就前面。又打什么主意啊？师伯这次离京，未免有些冷清。这送别吧，哭哭啼啼，喝践行酒，临送别诗，这一套下来，累得很。年纪大了，安静些好。师伯放心，我不搞这套。大宝，我家饭菜他很喜欢，这两天吃胖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按您的意思，我没跟他说你要走，这就对了。让他开开心心的，少碰离别。但我觉得，您离开京都，心里想见最后一面的，应该还是家人。劳驾停一下。哥，哎，婉儿，怎么了，婉儿？婉儿，婉儿，怎么了，婉儿？咱们朝那儿磕个头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突然想磕，哥陪我磕一个。听婉儿的。我只跟大宝说是来踏青，没说别的。哦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师伯，那我下车了。祝你和婉儿100年好合。 师伯，那我下车了。 祝你和婉儿100年好合。 师伯，那我下车了。 祝你和婉儿100年好合。 师伯，那我下车了。 100年好合。 师伯，那我下车了。 100年好合。 100年好合。
也祝您一路顺风。小贤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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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婉儿。能够告老还乡，已经很好了。嗯？什么很好了？一家人在一起就很好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，谁都不分开。来，我给你们分山楂吃。来，小贤贤。婉儿，给你。谢谢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山楂好酸呐，要是爹在就好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爹很忙的，我们还是自己玩吧，好吗？小贤贤，走，我带你去抓蝴蝶，走。小心点儿！我让他跟我抓蝴蝶，他不跟我去呀！哎，你不跟我去，我去找别人玩了。哼！怎么了？陈院长给出的谜题一直没解出来，要不师爷帮着看一眼？黑旗调动，这可是绝密，我就不看了。这怎么给你了？一处要管黑旗的物资调配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黑旗调动，这可是绝密。检察院黑旗一直驻守在京都城外，这里记载着这些年物资的调配和黑旗的调动，你仔细看一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你们先玩，我想起点事。王体林，哎，大人，要回去了吗？今儿带多少人来？就从一处调了几个，在这周围护着呢。没有，怎么了？院长让一处协助黑旗物资调动。没错。那这上面只记物资进出就够了，为什么还记了黑旗兵马调动？是不是想要让大人一点点的接手黑旗啊？有马吗？那儿呢。真快啊！人都老了，最近这段时间，告老还乡的不只是林香一个人。最近告老还乡的重臣还有谁？最近告老还乡离京的
京都府尹梅志礼，您见过呀？下手如何？听说是让马匪给劫杀了。还记得那天吗？记着。看看哪天调动。6月13呀。这还真有黑旗领命出营啊！不会吧？还有最重要的一句：监察院黑旗不受军方控制，整个大清国除我之外，只有一个人能调动黑旗。难道是这亚弥达的？还真是一句废话没有。走，这样去吧。真碰上黑旗，咱俩也拦不住啊！情况紧急，我上哪儿找兵马去？拼一把！殿下，哟，这不是范闲吗？这么巧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是领了宫中侍卫的副职吗？饶着禁军懈怠，带他们出来练练。在这儿练？陈院长安排的。禁军嘛，要凑个空日子不容易。真有他的。怎么了？殿下，掉脑袋的买卖敢不敢做？你要这么说，听着可刺激啊！可能要冲黑旗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人是你拐走。时间紧迫，来不及解释了。跟着我，这。大家好，大家辛苦。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边的全是禁军，还有这一位大皇子，常年在边境领兵，好歹也是个皇子。好歹是个。还有那一位王启年，不是大人，你说我不管用的，轻功特别好，谁也追不着。各位手下到时候留情啊。又是禁军，又是皇子，再加一个轻功特别好的，不好灭口啊！要不商量一下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各回各家。将来有人问起来，就拿这个说事儿，所有责任在我。有的商量吗？你是范闲，是我。身为黑旗，非受命不可出营。我既在这儿，便是领命来的。范提斯应该知道，军令如山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
手。你这可有点割裂啊！你不说各回各家吗？不是军令如山吗？黑旗隶属监察院5处，此次出营领的是5处之命。范提司于监察院内，只在院长1人之下。你的命令高过5处，所以各回各家，便是军令。多谢。哎，军令。归营。这是还有事儿？听闻提司死讯，我连夜买的。那我谢谢您。幸好是误传。要不输钱我赔你？不用。提司可方便留存墨宝。没带笔啊？有笔吗？别看我，干什么？写书也是书。笔。有笔，有笔。这也没有墨呀。研墨还需用水，茶水不行吧？好过用血。有道理。来吧，大人。二位挡光了。哦，吐一个吧。不是让你吐，是写上你的名字，表示赠签于你。甚好。贵姓啊？荆，荆棘的荆。对，好姓。名字？无名。荆无名，好名字。哎，不是无名，是没有名字。这职位？副统领，隶属5处。啊，好，好。字儿不太好，你谦虚了。难怪院长说，提司落笔，鬼神一惊。多谢。荆统领喜欢读诗？不懂，但喜欢。庆国文坛积弱已久，提司横空出世，是乃庆国之幸。在下即便不懂诗，也敬佩你这样的人。范提司，有
活得真好。红干。这。你呀，是得练练字了。师伯，我陪您回乡。我猜错了。什么猜错了？黑旗出现，这说明了什么？陛下想杀您。不对，陛下不是要幻象，而是要废相。有什么区别？废相。废除宰相之制，我判断错了，所以应对也就错了。你等一下，这个上面记的都是我所有的门生旧故，你把它交给陛下，然后对陛下说：我回乡后会上一奏折，严明相位之害，百官之首权位过重，若与虎狼之臣，社稷将危啊！废相之举由我牵头，与陛下无关。好了，你回京吧。我还是送您一段吧。没必要。东西送过去，话传过去，我自然安然无恙。黑旗都来杀您了。不是要杀我，是提醒我。这么自信吗？这还不是杀您？我不会死的。这些下人恐怕一个都保不住。我不是没智力，若我死了，史书没法写。陛下真要提醒，当面说就是了，何必总这样？这还用我说吗？既是提醒，也是威胁。你觉得陛下手段如何？陛下行事鬼神莫测，手段高明。高什么明？手段也就是那样。你若掌控六部，手握兵权，你同样可以手段高明。这话可以小声点。陛下最难得的地方就是，谁也看不穿他下一步会做什么。你与老二相争，陛下推波助澜，这才有了春闱斗法，继而引出舞弊一案，而舞弊又带出了我，于是陛下才达到了废相的目的。陛下借力打力，所有心思都潜藏不露。而且你要记住一点，永远不要完全信任陛下，不到最后一步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看穿了他。您这话说的，好像我要跟陛下争斗似的。这就由不得你了。